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5月31日，诗篇28篇第60安尼讲：耶和华是应当学乐的，因为伊听了我恳求的声。三甲来祈祷，听阮祈祷恳求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的上帝。主啊，求你暗时空听阮的祈祷，因为阮的心神乱无你的殿宇教训去，阮的心肠，阮的肉体也要向你永活的上帝来求救。主啊，世间的人会看轻阮，离开阮，总是你永远无离开阮，你永无放杀阮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你的信实到万世代。所以，阮通投靠伫你的内面，享受你的保护甲看顾，因为你顾念阮，你听阮恳求的声。祈祷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愿咱每一天拢咱的主来求救，因为伊要听咱的声。